清静静的静应该是安静的静，不是三点水的静。左边是青山绿水的青，清静静。佛经的才用干净三点水的净，儒家的道家用安安静静的静，清静静。济火济公火，解金刚经。祖师不是那个祖啦，是祖先的祖啦。道统祖师，祖是祖先的祖。64代道统祖师行矣，不是那个密字旁的祖。糟糕，怎么变这样了？